車嘅春天真係嚟啦！滴滴特惠早高峰10公里嘅訂單有22蚊，維到落嚟每公里有2蚊以上。哇！春天春夢有你份，呢啲大平台真係懂得咩叫一啖沙田一啖屎咁執你食。一到屏風期啦，我呢張訂單有20公里，到手一睇我攞26蚊。打開個明細再仔細望一望，哇！乘客先俾24蚊，平台仲要補貼我2個幾，真係多謝你啊！但係就算你呢張單唔抽佣，都冚唔住呢啖屎有幾難食。維到落嚟過31公里，喺呢度真係奉勸各位跑車嘅兄弟，你孭落嚟嘅數係你自己還嘅啫，其他人都係得個講嘅啫，幫你還唔到嘅，所以跑好你嘅車就係啦，咩單都接，身體強壯啲嘅，時長拉長少少，盡量還埋啲數佢，仲有命嘅話呢，就脫坑啦。我呢，就比較膚淺噶啦，咁希望你努力啲，成為下一個3年搵70萬嘅人。